拜谢这个这个礼啦吼，并且所以，就讲因为伊伫迄个当中已经这保障，大家拢会当了解书传代成法的这个真意，大家拢会当了解讲未来书若走了后，伊要安怎去修炼，这点嘛是一个作重要的物件啦吼。各方面心依法修，各方面心，各大家设置的迄个心，袂得去启动就是讲安住迄个心，立住迄个心，迄个心无再起心动念，就会就安尼。无过去大家，而且嘛有足侪怀疑爱足侪无了解的所在，嘛经过着人做为了解一定人的需要，所以讲真假当定义了后，讲大乘法、最上乘法，这定人听了后，这定人大家心服口服，各接心，各伊无个生一个怀疑心、妄想心，依法修炼，依着人做为了所交代的这个法门来修炼，这叫做处地为起啦其实若要讲修炼，咱离道中的内底，还是咱离道上的内底啦人拢有照法度咧行，就是讲照处地咧行，照处地咧行，换一个解释，照规矩咧行就对啦毋过呢，你若无照规矩咧行，伫咱修行的内底当中，足容易出问题。你想讲伫道上内底当中，伊是头一个要叫安怎教，第二叫安怎定，第三叫你安怎规，这叫做三法解释，安尼进行到位。迄个教就是讲规矩，修行道必须要规矩，修道袂使无规矩。什么规矩？规矩唔单单规矩，规矩嘛单单规矩，甚至当时要来看药的时阵，你着穿迄个即个叫福建语，你要来入法的，你要来听道理的时，你着爱穿了俗语。你今日要做工的当中，你会穿了安头的座位，这拢叫规矩啦，拢是规矩啦。当时离修行道内底当中，查甫要修250天，分道要修384天。但是伊当时分道迄个时阵，无分道咧修炼的啦当然会想法，当时在中国有实这物件。迄个是照迄个规矩行。你若无照个规矩行，咱今日，你今日就是标，就是离道中的边缘去。道中的边缘就是咱道中相像咱道中离边缘上面甲咱吩咐的工课，咱下面的人去执行，安尼叫做依法修炼。家己毋免上变，因为修行道无啥物奇怪怪物件，修行道就是知识中道，听识中听，简单讲就是安尼。咱嘛家己是足聪明，安尼这叫做规矩。咱是要修心道，咱毋是要修内面，咱毋是要修做大，是讲我着什么位，修什么位，种什么位，毋是这物件。其实迄拢互咱袂传入生死的物件啦境不甘心，当然依法修行，境不这就是讲，大家拢照规矩来，大家去拢毋敢讲孬话，拢毋敢讲孬话，心人敢讲孬话，就真理来把你在心人敢讲孬，你若要甲讲者，社会人就毋是安尼社会人就是要争赢争胜，是要争孬的争孬的。但是你道中，既然你若入顿风了，你会四大皆空，你拢爱照规矩来，是安尼啦静不甘静，乃至大师救不救自世，当然咱嘛知影大师啦离这个世间无带过时阵，因为过去这圣人、这祖师、这大师叫这啦因咧死的时阵，都会事先会有知，因家己修甲会做身体，就是我当时要走嘛，你想咱若做袂了，伊当时要走，带我出身
清楚。但是要创啥动物，伊拢事先就甲有研起来。当时的时阵啊，迄个啊个即个新闻法师要走，伊嘛地主讲电视，就要来离开啊，伊嘛是安尼讲，所以因家己受到迄个心会灵通啊，继续去会通，所以伫迄个当中，因为家己因有一个有研起来，所以呢，伫迄个当中呢，乃比大叔有意识，就讲大叔甲伊讲，我伫即个世间电视我去走。法海上座再拜无法，迄个法海就是咱知影，做为了迄一个大师弟，简单讲起来就是即阵人的大师兄，安尼对啦吼。不得当时在讲出发的时阵，法海甲意见，参详讲当时释迦牟尼佛咧讲经的时阵，甲意见安尼对啦吼。毋过呢，咱是大师，法海上座。在拜无法，因为知影咱的这个做为员叫要走，当然就有迄个机会，大家迄个时阵，甲这个拜无法，安尼对啦吼。讲和尚入灭之后，依法当符合人啦吼，这句话就真重要吼。讲和尚你入灭后啦吼，你归空了后，但是你的依法当符合人，你入凡的时阵，你归空的时阵，你的传承依法讲传承，咱过去知影，不得伊的传到就三一法，伊的传承就三一法吼。迄个依法就是咧讲就是咱我早头讲，安和会伊多罗僧增加的，这是三一法，就是叫做咱中国叫做验量器，就是因为咧底下的物件，迄叫做波多罗，伫印度的语言，语叫做波多罗，伫咱中国叫做验量器，就是讲你今日食偌济，你会摕偌济国，有大国、中国、小国即个物件吼。但是迄个依法，依就是三依，法就是伊的法理，迄个道理你。自古不复遗传本类，事事妙付本心。这个心法，这个依法，这个当符合者，你要传互什么人？伊来讲啦吼。当然，我相信讲，咱一贯都会地主啦吼，维持迄个在老先人要走的时阵，话嘛我多想讲，到底阮老先人毋知要传互什么人？你像当时。人民单位咱知影，迄阵的时阵迄个凤仙林迄阵杨建林走的时阵，因为廖富仙林起来，所以无廖富仙林起来了后，大家嘛伫遐当中到底要来传承互什么人？伫遐嘛有咱一段大家有有一个意见啦当然，为有运动什么人会当起来，为运动什么人会当起来。因为迄主打头大，无头大的，因为当时即个王建林，因大家到尾掠王建林去做因南迄个监林，那么监林了后，伊后壁伊就掠李永泉，迄阵监林即个变做，迄阵变做副监林，迄都有一个传承伫咧内底，传承伫咧内底当中呢，因即马当中王建林转去了后。因就有即个困扰，就真着讲，今日咱议会，当然咱先主编啦，伊掠咱同学，以前去替伊做代志，安尼啦当然我嘛爱去承担着咱监理所教的伊即个依法，伊即个教的伊即个依法，安尼对啦这是一个传承。这个传承毋是讲这个传承得着这个传承就当成佛啦成菩萨，无啦。无得着这传承，当时咧成菩萨，阮大家家己去修行啦。咱的政府啦一个拢无得着迄个道中的迄个迄个道理啦你若道中都无得着啦含迄个咩无得着，迄个即个做祖中无得着，咱拢无得着。伊迄当伊若认真修会成佛袂？认真修嘛成佛啦。其实若得着即个位的人，伊毋修嘛就道中就上天啦。其实迄个位是一个
一切现行该依有为法，该依无为法有差别。即若做为即金刚经不就来讲，一切现行，比如讲，咱今日要修现甲实，拢一定要经过为法。迄个无为法就是讲袂使去执着，但是后壁有诶怎讲？哦，义有差别，因为义道中也有一个差别位，有一个组长啦，有一个领导啦，有一个迄个单主啦，有一个经理啦，有一个监员、常务监员，这叫做差别位。但这差别位是你这个世间的方便工课的安例，毋是你今日去做监员，你就成佛，伊无修，伊嘛照常会成佛。你做成副监员，咱是无这个道理。啊，无大家用这个做副监员，这个监员后尾就成佛去啊。哦，用这个道理，经济好有限，所以咱一定会了解。你上过去，咱你是食饼，你知影无？食饼，新华山就食饼。咱拢上咧讲就讲，伊拢成灰的，拢成灰，你讲听？就是讲，因为伊咧做工课，拢袂咧穿鞋，家己去遐配。迄个配，你今仔打咧，你今仔玩咧，伊迄个配吼，袂穿咧配咧，啊，好高了。啊，你穿那个穿袂了咧，啊，你新华山咧旅游性要往入去，要对入去我心中，咱过去是了咯，无甲死去咯。迄个当时吼，那屯迄片个道理，迄规路都屯起来，迄阵叫偌济迄个喏，迄个飞机屯起来，哦，真无咱真若咧借助边仔当中，会当个时间操作会巧。迄当时都食起来咧屯起来，哦，迄是安尼，但是伊个用途袂大。小朋友讲做哪个，拢无做哪个，但是伊要叫你做较快，做慢啲。我去离新华山先，伊遐搁甲伊等，伊遐做甲伊等，伊无管无费，无钱无钱，哪咧甲讲起来？伊袂成功吗？伊袂成功吗？袂成功山吗？啊，若安尼当中倒假，事实是安尼啊，但是人食别人一定得到是好解法，哦，这就是好解法，伊个囝仔实际是我一个。所以呢，咱一定要了解哦，这个依法传承，这是一个体制，毋是你传承互什么人，迄人成佛。哦，安尼对啦吼。啊，当然啦吼，你贵己传承，嘛是传承哦。哦，可能后边讲哦，因为伊本身的能力，嘛伊本身的修养，或者是修为，即个咱当时哦，人前辈者要。提拔一个人啦吼，人有这个偏误这个影响力的啦，就是安尼啦吼，那个吼，咱头讲一遍，咱对咱好好练一遍啦吼。书法，我有大愿师说法，以自如金，超乐流行，木法。法宝大经，逆定修好，地上传授，道诸群生，但以处说，是名正法，今为逆定说法，不负其意，该为逆定信根纯实，决定无疑，堪任大师，延期先做淡薄大师，固修其意，依不合传，依其外。我本来自土，传法救未尽，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这段话吼，继续来讲书法，因为当时咱法海在问人做法，你人甲面当中啦吼，你依法
修行过内底当中吼，我毋知后门要去对行啦吼，安尼。书法书就甲讲啊，我有台湾史书法，因为我当时伫做客台湾史内底当中，书法以字有经啦吼，因为我所讲起来经典，就是恁有抄落去，就是当时咱咱当时咱老先生。有迄个历史，有老历史落来。当时迄个吴建仁，迄阵后壁来，伊嘛有抄伊个抄录，甚至呢过去罗建仁，伊嘛伊抄录落来吼。但是咱进娱乐性格是会作用的物件。比如咱今仔日咱娱乐性格，当时老建仁的时阵31年当中，咱无过去甲讲过，一寡人。去对吴建仁，一寡单位去对罗建仁，一寡单位去对单位，迄个孙建仁，嘛真正咱有性格，甲人单位都有去我爸，直接咱老建仁俗安尼啊。但是因为咱老建仁留落来，伊历史，咱进目前中今年，咱这经理。就是要把咱老先生抄录，这历史的内底当中来做一个清洁。老先生咱交代，你安怎去？这叫做老先生当时的遗范，安就对啦。毋过即摆内底当中啊，当然这是对甲唔对，咱家己想啦吼。这我有同你讲啦吼。过去有30日当然是恁老先生，当咱老先生转去了后，我人去看哩吴先生这边。吴先生这边啦吼，但是吴建仁过去也就较嘛袂歹，但是当时因为着吴建仁倒转了后，吴建仁在世时阵，伊拢有讲一寡道理，咱讲起来有一寡抄录流行啦吼，毋过进步先中，然后呢，迄个吴建仁迄个迄个中心，正开始是吴建仁留来迄物件，安尼研究迄物件。但是呢，因为当时罗建仁，伊罗建仁当时就较慢啊。但是罗建仁迄阵有一寡人去看伊的病，但是吴建仁迄阵嘛讲着，罗建仁迄阵嘛讲了袂少道理，但是当中进目前中迄老的道理，因嘛是因为因离罗建仁单位迄个研究，迄是伊抄录，甚至呢过去咱伫家己算建。伊是孙建仁当时，咱行业的主席嘛，咱就知影。但是伊当时讲到什么的时阵啊，老建仁那个为我跟老师说事，老师说事真嘛无会啦吼。我即摆咧讲这无对啦，这个就是讲，因为我有台湾史以字如金，抄录流行。这个抄录流行就是讲，伊过去讲的物件抄录起。恁想看嘛？老建仁在世，老历史，老建仁伊这30年，但是拢总是老建仁，当时恁学出去的物件，一捧嘴，这个这个老建仁，一捧是吴建仁，但是因进迄个历史，完全是当完全是咧学习，因当时第一看的，伊讲的这物件，你研究迄物件。抄录流行就是因为跟这另外物件，甚至因讲出来物件，即嘛印证会抽出来分啦，对啦吼。不过因为咱不方便于这个批评什么啦吼，只不过是讲迄个抄录流行，老建仁是咱的正宗，安尼老建仁这属实嘛，这大家无怀疑的物件，甚至30个单位，我相信嘛，无人敢去怀疑老建仁是咱的正宗。若是咱的正宗留落来抄录，是毋是咱进目前咱去研究？对啦，咱去研究对啦吼。所以呢，作为伊的正宗就是即部报刊顶，咱咧即个即个花宝环境啦吼，立定佛修复，所以来讲，你得去修复这个法，修复这个法，修复这个修我这个
守护这个心，叫做守护我先报。而咱道中这个天官较麻烦，因为这个物件你守护无着，但是你到尾对偌多，咱想看嘛？咱当时老前人所交代落来物件，咱若守护无着，咱即唔知要活过去。所以咱嘛讲，到问题咱过去单元人，咱过去修正人，过去甲咱扶持着即个正法，甲即现在咱无叫偏。这是咱唯一上界应用的物件。咱常说的，王庙里先走，王要哪修的？这个历史过会当理解。什么人就属什么人，什么人属什么人，当理解。而当时迄个时阵的法律地位，得着度，甲得无着度，咱国家是安尼啦所以呢，咱今日咱有性人，咱修正人。咱加上着咱迄个单元人接落来，甲咱即个守护甲咱守护啦地宣双修，地传就讲地快地就是很足紧的意思，传修，因为语言真理的物件，逐个伫即种道路当中，爱较紧的，逐个会当互相去传递，安尼对啦，无怪讲。咱即无先中，咱即个法，而咱过去3年来咱当中疫情的时阵，现在要讲要来台湾嘛，就开无走台湾。不过呢，即马开始，咱破疫情后，咱有性，你上别办，咱就有迄个青年班，道德经青年班，咱就这物件，咱就迄个启慧班讲座培训，咱就辅导培体修的判断。好，行了，扶体这个班的咱都是按地在讲，这个地相传授，地的足紧互相大家互相的传授，后边有人公诸本性，公诸本道诸本性啊，公诸道诸本性，咱来道这边这边众生兄弟之外，唯有真理在他们道法。唯有真理在那里跑，就会跟今日去这个泰国，专门要去学。咱看伊的迄个，伊传落来迄个历代，记得做老的，尤其即个宋安节，迄两日当中有办个宋安节花卉的节庆，拢来迄个，咱的是怎啊？迄个戏剧，大家遐。咧，这个个法学，迄伫当中就是道术本身。以后去曼谷了去清迈，去清迈点死的，就是纯粹，伊今日去倒来曼谷较侪去死掉，死掉了伊倒去乌温，乌温就是在连阳湖边。当然伊即回去，可能会甲差不多伫迄个路的车轨道。这就是哪？这就是这个道诸本性。伊足定啊，伫此外叫最深灰边。但是咱死类传道者，咱死类了了，咱伫此外，咱袂使看因遐无受。所以一个人放伫海底，你看伊遐叫都市，咱是毋是到边个人过去？毋过遐伫此外，而且最生猛死。咱今日去了解以真理，以法度，以发咱个辛苦，咱会当借着法去甲道诸本性。但伊所说是命正法，你若用着我这道理，用着我这真理，依处我这道理去说，是命叫正法，是命叫正法，偏见叫消法，无偏见叫正法，会当互咱生活到。会当互咱了解生死叫做正法，为咱来看，所有内底当中，比如讲的时阵社会，伊读册，有学识，有学问，有学识，迄文艺，迄文艺是互咱袂生活的物件呢。我常讲的，迄种空包蛋呢，迄就掺在一个冰内底当中的空包蛋，迄袂付出几个呢。但是伊伫做回应这本册。这就是
有形的呢，在不会生囝囝呢，意思讲你针对着这真理去研究，你是什么的呢？你是什么道呢？哦，所以咱讲，这个叫正法，你安尼行无对吼。因为你说法不符于我今日为你大家说法，吼，因为你定说法，我不符于，因为我无想过去三一法，我无去传授这个医法的，哦，因为当时咱嘛知影讲的是啊，这个个哦，个单位面，为着要把罗布言要争取迄个医法，哦，医法会哪样出来？哦，医法当中到尾讲，哦，医法，袂当互咱立即生死，所以伫迄个当中，单位罗布言到尾什么人讲啦？讲，哦，只传医法啦，只传医法，就讲叫你这医法会使继续传嘞，哦。秘传医法，命在天时。如果你若传这医法，你的性命就参像迄一条，迄个头仔死条条，可能随性命一样。但是物件，因为当时十祖为灵，得到五祖五脉的法了后，大家心是拢咧对迄个，拢咧对迄个医法，拢咧争迄个医法死命将本单为灵。迄阵单位人生约的，毋伊国家迄出来，毋足奇怪，公府会变差，是人家解释，迄奇异的事情在某面顶当讲，可能伊咧摸，但是强良心上对，讲伊可以真实，这个医法物件太有争议性，安尼对，咱若说不属仙不属龙，是另外一个人讲真理无传。到遐当中，医法就袂使传承。所以六祖为言，咱嘛知讲，六祖为言，就是到了佛教上尾出来叫做33祖。而东方的大祖，那你当时释迦牟尼佛，伫迄个这个西方甲东土拢做33大祖，伫咱中国是第六大祖，安尼所以用到33代。到迄个台的当中，可能释迦、上母、十中方，自家顶母、南通，三比万佛修万事，正心先大重要。迄句话来造成吼。但你处说是名正法，因为你说，因为你定说法不符意义啦吼，就是今日无符你的义法，该为你。信因顺息决定无疑，但为重要面对呢，就是讲你的信因信息，你的顺息就讲信息的意思，该为定信因不一啦吼，该为拟定信因信息，迄个信因信息决定无碍啦吼，堪称在书即句话是安讲到这个所在。因为你我当真正证明，咱规方经的第六句叫做正信其有。你的信，你有信息啊，这个纯粹叫做信息的意思。那安尼当中就是讲，你已经有法度人去深经了解大师的这大法，不定无碍，看出来你已经你带动道路。带动这个放在这当中，一定就是无碍。完全解释就是讲，总之我讲你信任，安尼对啦吼。嘛当时的时阵呢，因为咱佛道伫金刚经答讲，你这大成者，你若当了解这个物件，你会当为大成者说，为最上乘者说，恁这若捌我佛道。就了解你会当得到着出来，后尾得到三摩地。因为安怎讲？因为伊这个人拢叫做信因信息，就是完全拢把这物件讲。咱今日要来提出一下，咱会当真正得到这个真理，
咱有法度相信，咱的根基有扎根的，咱真正有成熟，成熟。那安尼当中呢，咱今日要承受不到，绝对无碍。你堪心堪用来说，你有法度学当着你国地方的这个一行书，就三十分咱就知影。你若真正学功夫3年4个月学袂了后，你出去当中敢有啥问题？你无问题，因为加上你出去了后，家己实在去摸索，你家己决定好，会当来做好兵。像我咁讲呢，你过去学啥学几个月？学3年4个月？4个月。你学4年8个月哦，人3年4个月就熟悉啊，你4年8个月。啊！你圣经时节，就我伫圣经时，伊已经会当去做头家，安尼对啦。啊，去做头家了，伊就去趁钱，安尼对啦吼。伊学当就即只车的毛病，伊拢早去修理啊，安尼叫做成熟。就三十讲咱第一修完了，咱继续着咱后壁，即个咱明个成绩，咱一定要啦，咱一定即个叫啦，先决定有爱康天大师啦。言必先做大王大师啦，夫受其义啦，伊不合传啦。伊这大王大师甲你讲啦，我袂服啦。这个伊真袂使得传起来啦，我毋是传伊啦，伊是一个师傅啦，伊袂当去成就啦，但是我来传啦，伊话我本来之后传合道以前。我台湾结果就变成，因为我来就是咧传这物件，我来我本来主导就咧传统，但讲历史伊是印度的这个南方的时阵，伊坐着独木舟独木舟啦3年8个月来到咱中国，叫做广州，对广州迄个所在地界。由于大娘母无当好辛苦，这个故事咱大家应该拢了解。但是伊这3年8个月，那伊当时淡薄要过的时阵，应该伊差80，照历史来看，80岁到3年8个月就83岁，过8个月，一般点来想讲，伫独木舟的内底当中，要坐3年8个月较可能。惊车惊用的。像起来，用独木舟个较可能，所以有人咧讲啦讲可能这有生物有人扶持，伊才有走过。无离迄个海中，拄着海浪，拄着较迄个较歹的天气啦，较歹的天气啦迄嘛是头先变变过所以迄就是一个比较刺激的物件啦但是事实伊就是有个当作我本来主导，传发土买钱，我来传着这个正法，要度灭卖命有指望。唔过呢，我来我去度着成功，我去度着娘母地，娘母地就3日14、5日是暗，伊就问我攻击，伊讲是不攻击，我3日14、5日是暗无攻击，无啥物叫做攻击，安尼啦，按咱了来讲啦。这个大文啊讲，政治苗源，退出攻击，逆势攻击不在说，伊就安尼讲。当然这是作者物件啦，但生活的物件，当然听啦，听无嘛听无啦。所以呢，迄个苗母地该会当去大成功。成功我刚经49年，刚刚办法归因，因得归何处？伊讲伊要归何处？我毋通知讲。伊毋通讲伊咧归何处？那归何处了后，当离遐个时阵啦迄个成功互你即绕开安就对啦。看伊保证讲，伊总表示成功点个拍去所以淡薄2记门以后所以落来所以伊走。那淡薄走了后当中呢，其实若要甲讲起来，伊嘛是化作12节点落啦来要甲讲。这个成功，把成功别讲来先3年半拢无走，我剩12个元素尔啦。
按照当时，迄个时讲怎讲？讲，恁来自12个元素，啊，对拢讲个才无要等。伊讲我是来自于，这个10个元素啦，10件业务啦，我是来自10件业务啦。我听着讲欢喜，我10件业务来听我讲经啊，啊那我毋免经过你个生死啊啦吼。伊讲吼。毋免经过我生死，就拄则你用迄个电话讲者迄个办法吼，你两支分标去讲个迄个吼，你若去拜师拜佛，你就免经过我的生死，啊无你讲经49年反正才经过我的生死，毋当去调白起你用，啊起你用当中淡薄，伊毋当行到海边，行到溪边，啊当就是迄个死路跌落啦吼，然后主骨透好将嘛，迄跌落，因为司法了后，伊把伊跌落，啊，就怎去对干嘛？啊，司法了后当中，不能热天跌落打来怎点嘞？伊就无法啦。啊，淡薄啊，看伊就浮起啊，啊，淡薄我看伊就点落啦。走什么少林寺从伊关嘞？啊，关嘞当中呢，心讲气，就关嘞。啊，当迄落雪就啥大，啊，种跪伫迄个呐，跪伫迄个。迄个少林寺的门口，啊，而且如果规一年时日，嘛新光嘛知讲，淡薄嘛知，迄个新光哪里较贵？所以当他伫遐来讲，迄个门开起来的时阵，啊，讲你心领了未？伊讲师傅，我心领啊。哦，啊，若心领去做报，伊讲心领，啊，你迄个伊讲这话讲叫做走道旁门啦，吼，伊毋知啊，若心领啊，你把你倒去甲砸落去啦。啊，那伊迄阵介倒怎把伊手怎走起来？讲啊要去做梦啦。啊，其实伊毋是叫去剁倒手啊，伊是甲伊讲一切法拢毋是叫手法，迄个走道旁门啦。啊，那星空大庙里发生从那基业嘛包嘞，怎过来怎跪伫遐拜耶稣？到尾那是讲不低到底一规个，是以星空拜大王。入说少年为何书，只凭一句他讲的我，这个故事哪里来？我不知到底规，根本嘛，规我嘛伊要开起来无，因为伊无心态先发达。是以成功拜堂，我成功而家拜堂无事啊。哦，入说少年为何书，我为遮生到我夭我为什么代志？靠什么代志我才讲好？只凭一句他讲的，我要记这一句他讲的。咱今日咱注意大家，咱会当接着这个正法，咱免才辛苦。这个英文较过去，要用到迄个英文，迄个咱单词老师。迄若找着迄单词，就迄个表示真正到过去，胜过3000块钱生结果，这是事实。如果即马咱一点不简单，咱会感觉足可贵。这所以传到口尾上，一花开花香，叫做一花。就是讲啊，一花开花就是这张树啊，一花压住花的。啊，伊这一花开花就是讲啥？当然一花就讲淡。啊来成功、道歉、生产、温暖，合作啊合作的，我直接投票。啊这个传承一花开花，但是结果主变性，当然伫这个当中啦结果一点结果了后，一点成果自然就成了，毋免去加什么物件去，进步的物件毋免互你去加什么物件。当下即是成功，当下即是成功，结果就变成。咱今日你是修代志法啦，爱着加脑，你想讲结花顶的，这个在哪里？这个活道啦伊啊水动清啦，点叫心啊，这个花心灵啊，什么里里扣扣的啦，三宝古典啊，什么武器妖丸啊，什么什么里里扣扣这物件，其实这种物件，我叫做邪术，迄毋叫正法。正法是足单纯的。当你正法对你有个形成的道理，你形成的道理不了了，一真一切真，万境就存在。这一真会互万境入，万境入一真，就是心中无念。
这个安尼叫做结果自然性，一花开花结果自然性，这是因为当时咱人做父的理会啊，交代这笔数啦吼，以前的我的传承就是我来做环境，也当是个人做环境学习，但是你这几个，这10几个这会当。我答应了后，大家出来跟地方到啊，吼，会当性定去吼，所以呢，咱今日这个做环境啊，以前讲到这个所在啊，已经差不多大约已经离后边所以不该过的所在会开始这个影响，咱就讲讲，咱对这个方面必须方面影响，咱同意啦。咱先做一个预防的对啦吼，时间来9点多，最后祝福我们大家身体愉快，身体健康。好，谢谢各位，谢谢。大共齐齐。感谢目前人慈悲前道义工，坤道义工，一般向无极当行3公里前道义工，再义工，3义工，感谢目前人慈悲工，感谢北传师慈悲工，坤道义工，再义工，3义工，感谢目前人慈悲工，感谢北传师慈悲工。持下向无极当行3公里前到1公，再1公，3公，持下前1公，放下目前1公，放下北传师1公，坤到1公，再1公，3公，持下前1公，放下目前1公，放下北传师1公。好，大家晚安。哦，晚安，晚安，感恩，感恩。